吃饭头一桩事呢，好哟哟啊！今是自家生日了，人家都3年来得为了上帝哦，打牙齿有啥个区别？是人家天发好样。哟，你下边的哥哥还不会比视频呢？他比视频还不得没动力。囡囡啊，你想他们有孩子啊？哎呦，想分分钟啊！哦，想到了叫我要想着，哦，甚至有好汉，我误导汉。来看看得到个吹气的2月啥吃着？哎呦，来了一个烟灰缸里向没搿样点灰。哎哟，真假好改，有辰光自家路盘，我还不是顺手卡一卡。都做都错，随手吹吹的啥菜出来？还不随当伴舞女生态？埃个地方也不是难辣海，还不用上用师傅还打进来。囡囡你干啥？还不到那带龙楼天高去，那阿去啊！哎哟，我的来老意外。不拍视频谁没流量？没流量谁没动力？没动力谁没大房子？去还是不去啊？去，老天也去，刮龙卷风也去，这等于大房子，好出去在冲。10点到12点，那么也希望有整整半个钟头，边浪向个咖啡馆来补脱些吧。热热咚咚，囡囡，养出来带现在头一道来咖啡店哇，这个，哎哟，蛋干40包，一张鲜面包也18块，还打免费个白开水来吃脱一杯吧。不来哇，那讲个啦，讲笑笑哎。哦，上来去上来去，旁边侪是漂亮衣裳的，我看你当人山人海个，慢慢来逛，这个俺比那些当来透露，别不想呢。啊，反正够7岁呢。哎呦，来当河西就问你，你哪一吃来就当河西个哈？那个屁，价格在222块8。来一盒228块，哈子一大天。来这么随便的还有用脱2块，啥人喊我做还不个呢？5星街道上也是58块5角，臭！把这个给我们试一下呢，就是这个小鸭子。买完单我可以给你试。我试都不能试的，他喜欢红颜色的。来搞一个回去试试。奶奶，还不也是40块呀？你臭！你要困着觉着，你要困着觉就看别看啊！